我要推广读经，我要为天地的心，为生命的命，为往昔继续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哦，这是我的世人上重要的代志，嘛是我的责任。咱有5000多年文化，全部拢是经典内面，咱扛咱的子孙啊，哪会使无读书？在哪里读经？咱的教育吵吵闹闹，讲要大量散读文言文，我感觉是叫切心的。这个古文，创作俱佳，都是代表咱的文化。一个国家，小学4年级才10岁左右吧，无传统就乌有，就有办完了，侃而谈了。就采取当初正气来讲代志，即马母甲家己袂晓讲代志，甚至听无代志，才想着要来讲代志。哦，还有一个讲得这么好。爱付出偌大的代价。讲到这，恁就知影我这个读经的老师偌番气头啊！要做一个带囡仔读经的老师，无啥物秘诀，嘛无技术，只要耐心，有一颗坚持的心，大家拢有法度做读经的老师。老师读一句，学生啊做咧读一句，但是这需要有真侪时间来到对四书五经开始。第一本要读的是《论语》，选自明子、大学、中庸、易经、诗经、老子、曾子、东西、宋史、环境、古文等等，囡仔愈早读愈好。读经无撇步，老老实实来读，读愈济，背愈济，愈好。唔免急要了解历史，恁的囡仔大汉了，会用4年时间去了解，用同款的方法去读，外国经典，学英文，甚至学日文，对上深的迄本开始来读，上困难的那下，简单的自然就了。到这来。好棒哦，好厉害哦！小年纪就读经，读那么多了，还能言善道，表演很自然的，创作俱佳，好棒好棒！高雄运道圈。